地震、海嘯、火山爆發。正如你哋剛才所見，我哋人類一直以嚟居住嘅地球面臨滅亡嘅危機，唔再適合人類居住，所以我哋 Enormous 決定發掘其他可以滿足人類生存條件嘅星球，進行星球殖民計劃。而我哋嘅第一個目標就係距離地球6000萬公里嘅火星。我哋將會選拔6位太空人，率先到火星進行探索，測試火星係咪適合人類居住。我哋將會喺全世界195個國家進行招募，挑選合適嘅人才。選拔嘅第一關將會主要測試參與者嘅智力。你哋會有45分鐘嘅時間破解我哋所設計嘅謎題，能夠成功逃出密室者將可以進入下一輪嘅選拔，而可以喺最後留低嘅6位參賽者將會成為我哋計劃嘅試驗者。我期待你哋嘅加盟，人類嘅未來就掌握喺你哋嘅手。 2, 1